喺呢一個數碼嘅時代，科技已經深深融入我哋生活每一個角落，大家緊貼潮流。TechLife by Fortress 就成為客人追尋科技產品嘅新熱點。你好啊 Stephen， 你想了解邊一款卡拉 OK 呢？我想試下啲音色，聽日可唔可以去鋪頭試用一下呢？當然可以啊，我幫你準備幾款卡拉 OK， 等你即場體驗下。Hello， 歡迎光臨 TechLife。我咧對呢個卡拉 OK 咧好有興趣啊，不過咧就唔識點揀。好啊，琴日我哋經過 Check and Buy 傾過，根據你嘅音色啦、品牌同埋價錢嘅偏好咧，我推薦呢幾款你試下。同 Stephen 幾次交流入面，我發現佢對好多新產品都充滿好奇，但又擔心學習新科技會有困難。佢經常同我哋交流，而家已經成為科技達人啦。呢啲無人機咧，我好有興趣㗎，一路都好想學啊。不過咧，而家年紀大咗咧，會唔會好難學㗎？其實無人機操作並唔難，我哋仲有專業嘅鋪添課程，令你輕鬆入門。要學識冇難度。Stephen 上咗幾堂之後，迅速成為操作無人機嘅高手。佢唔單止分享佢旅行拍攝嘅片段，仲用無人機幫朋友尋找失物。而家嘅科技產品越嚟越 user friendly， 加上我哋嘅指導，無論小朋友定大人都可以享受 TechLife 嘅樂趣，為生活添加色彩同喜悅。喺而家嘅生活入邊，科技無處不在。我哋同顧客共同探索點樣令生活變得更加方便、更豐富，並且充滿樂趣。我好開心睇到佢哋滿足嘅笑容。透過學習呢啲新科技嘅產品，令佢哋嘅生活更加 TechLife。